检录场次72选手精英组国小4年级1千公尺争辩赛女子组预赛决赛，选手自检录及检录。现在检录选手精英组国小5年级、6年级1千公尺争辩赛女子组预赛决赛，请以上选手自检录及检录。不会，爸爸。必须得上啊！就别人不带万一还有来讲，那人口这么多，他只是单独个体。